首席科學家就推出咗，話都同大家知啦。我哋打開個 SPI 標普，或者打開 Indy。好啦，打開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發現嘅，近排呢個美股恐慌嘅聲音大於我哋嘅港股，一度有相關嘅公司話啦，2025年嘅 GDP 咧增長咧將會放緩到1.2%，通脹率咧就喺徘徊喺3%，失業率更加升到4.4%，未來12個月經濟衰退可能性係25%。並且從鮑威爾最新嘅呢個表達嚟睇咧，都有一個憂慮，就係話啦，美國經濟咧比較差。咁特朗普自己咧都心知肚明啦。尤其係咩咧？尤其我可以睇到個 Tesla 師奶呢個經濟數據指嘅係咩咧？美國嘅呢個汽車製造業，尤其係電動汽車製造業咧，都出現咗比較明顯嘅調整。主要原因咧就係經濟嘅下滑，特朗普自己都心知肚明，相當着急啊！據報道咧，特朗普正考慮呢個夏天或者秋天就宣布接替鮑威爾嘅美聯儲主席嘅人選，遠早於傳統嘅3到4個月嘅過渡期。試圖用影子主席嘅策略咧，倒逼現任嘅主席鮑威爾加快呢個降息嘅進程。咁我哋可以睇到大量嘅，比如話啦。Tesla 啦、蘋果啦，呢一類嘅呢個科技嘅呢個股咧，都出現咗表現不佳嘅咁嘅狀態嘅。內部經濟嘅情況咧比較差啲，咁對外咧就好難強勢啦。個姿態咧不斷放低。特朗普喺北約嘅峰會裏面再次咁宣布，佢唔會阻止中國購買伊朗嘅石油。曾經何時咧，華為咧就係因為同伊朗嘅業務咧往來被到制裁。依家嘅態度急速轉變，唔係唔想阻止，而係冇能力阻止。乾脆咧賣個順水人情。呢裏面我哋都可以發現嘅，呢啲咧都係近排山東麥隆呢隻股係咁飆升嘅原因，係咁飆升嘅原因就係因為石油股咧有一定嘅異動。除咗呢個啦，香港市場流動性出現收縮，有消息稱港紙對美元嘅匯率咧觸及7.75到7.85之間嘅弱方兌換保證嘅一個水平。我哋就可以打開我哋嘅匯率報價。外匯報價，然後揾到我哋嘅美元對港元，美元對港元。通過揾到美元對港元咧，咁我哋可以定義啲成個外匯嘅匯率咧係不斷咁下行嘅，尤其係呢個港美已經不斷咁點個走勢咧持續咁向上波動。通過打開 Hong Kong USK 香港 DUSD 咧，我哋就可以發現嘅個互動圖表裏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個利率一直向下弱勢拉扯。
資金面裡面嘅壓力咧會傳遞到股市，再加埋咧近期不斷有新股上市，都抽走咗唔少嘅資金。比如話啦，周六福0606168，周六福呢隻股票咧今日亦都爆升。事實上嚟講，呢啲新股嘅上市咧係不斷咁抽出咗我哋港股嘅呢個資金池裡面啲錢嘅。唔單止周六福，近排嘅寧德時代啦，海天呢個味業啦，同埋咧又新興3隻大型嘅呢個科技香港上市公司，呢啲抽水嘅呢個定義咧，都會令到我哋港股嘅呢個波動率咧係咁下降。從前一排嘅呢個走勢超強嘅呢個證券嚟到走勢嚟睇咧，龍頭國泰君安即係01788咧，早上一度還衝高但隨後咧不斷走弱，連續2日咧已經將前面嘅大部分跌幅咧都跌翻啦。咁都有消息指香港多家本土證券行，比如話勝利證券、艾德證券咧，都完成咗第1號牌嘅升級。國泰君安國際咧並非唯一一家升級牌照嘅中資證券行，未來咧都有更加多嘅機構入局。證券行主要開展嘅係分銷性質嘅業務，並非自營業務嘅一個運營，加上咧非稀缺嘅屬性咧，所以咧個想像力冇咁大，因此出現降溫。咁呢裡面我哋都可以睇到今日嘅03678都由衝高之後咧大幅回落。咁呢裡面都可以反映嘅成個證券行咧都出現咗調整咁嘅狀態。不過數字經濟依舊火熱，香港特區政府今日26號發布尋日26號發布咗呢個香港數字資產發展政策宣言 2.0， 重申咧特區政府將致力於將香港打造成數字資產領域嘅全球創新中心。政策宣言 2.0 提出啦呢4大策略，助力香港打造全球數字資產公司，推動貴金屬啦、有色金屬啦、可再生能源啦等現實世界嘅資產咧代幣化，展示技術嘅多元效應。歐科雲鏈01499升咗 20%，最高峰係升咗 1%， 然後小幅回調整。歐科雲鏈咧都升咗一段。咁我哋再睇睇01611有所波動，底層嘅光纖咧，比如話啦，常飛光纖咧都間接咁受益，升咗 5%，升咗 5%。咁今日咧仲有比較大嘅09995榮倉生物。榮倉生物咧可以見到明顯嘅係咩咧？就係我哋嘅呢個貴金屬業務咧，榮倉生物同埋咧生物醫藥科技咧都出現咗異動嘅。歐科雲鏈點解可以01499點解可以爆升 20% 咧？其實就等於數字經濟嘅火熱啦，推動相關嘅雲計算啦、新科技啦，同埋咧呢個數字資產嘅波動，尤其係0111新火科技控股都出現咗異動，成個表現咧都出現咗多頭效應向上衝擊。底層嘅邏輯咧，比如話06869製造呢個光纖嘅都間接受益，升近 5%。仲有影響比較大嘅就係09995啦，榮倉生物。榮倉生物尋日發布公告，核心就係啦，主體榮普合夥將會由美國嘅公司取得1.25億嘅美元嘅現金，同埋咧認股權證。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呢個榮倉生物
出現不合理嘅加價行為，因為市場認為價格太低啦，確實同預期比嘅相差咗好遠。咁呢一類賣出嘅呢個股份公司咧，並未能令到榮創生物咧出現大嘅呢個波動。OK， 最後一個我哋需要睇嘅就係賭股啦。我哋前日提到嘅博彩股咧都受到刺激，嚟香港嘅多順道去澳門都值得期待。咁依家我哋就可以睇到新濠國際00200新濠國際出現調整。尋日咧大升11%，今日小幅調整，後市咧依然有上升嘅機會。而龍頭美高梅0282，美高梅咧喺拉升咗4%之後咧，今日咧依然頑強咁波動，所以可以見嘅呢啲股票嘅走勢咧都係存在一定嘅呢個資金嘅推動性。最後一個我哋睇到嘅就係軍工嘅再型嘅一個催化。特朗普咧稱以色列同伊朗嘅呢個衝突咧可能會再次爆發，北約咧就以中國為藉口強推5%嘅軍費嘅標準，而特朗普咧就希望2026年削減 F5 採購嘅數量，大增無人機嘅投入。提到嘅我哋嘅中船防務啦00317呢兩日咧都大幅拉升。咁中航科工咧02357，中航科工都出現咗異動，繼續向上攀升。黃金股都捲土重嚟，比如話01787黃金股尋日咧都異動大升。咁仲有山東黃金中國黃金02099都出現咗一啲異動嘅。數據顯示金股嘅走勢咧依然有異動，同埋咧強勁嘅資金喺度推動緊，所以咧大多數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發現嘅金股一定會有唔錯嘅表現。好啦，大數據顯示依家咧就嚟放暑假啦，暑運嘅第一個月咧就係7月到7月30日咧，國內嘅航線嘅機票咧預訂量咧接近1790萬張，同比舊年咧增長5%。出境嘅呢個機票數量咧都超咗774萬張，同比舊年咧增長14%。由於畢業季咧同暑假嘅到來咧，旅遊市場迎嚟咗高峰。咁我哋可以睇翻00670中國東方航空股份同埋咧0105中國南方航空股份，同埋1000753仲有00293，大家再熟悉嘅國泰航空啦。咁呢4大航空公司咧都會喺7月份之後咧可能會迎嚟呢個熱炒。最後面我哋再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個股，有邊啲個股值得我哋關注。好啦，02331李寧呢隻股票咧有近排咧非凡領域，即係公司嘅股東非凡領域近期公告咧，佢將會喺2025年1月10號到6月19號咧增持李寧公司合計1809萬股，總代價咧係1.75億港元，均價咧係15.2。咁我哋就一齊點評下啦。李寧控股股東咧持續增持公司嘅股份咧，肯定有助於公司嘅經營同管理嘅穩進嘅推進啦。第一季度好，我哋可以睇到第一季度李寧咧整體嘅流水咧同比低單位嘅一個增長，線下渠道咧中零售嘅一個股份增長咧都唔係好大，所以整個行情咧都偏弱勢。李寧嘅收入咧主要來源於跑步籃球中訓羽毛球乒乓球運動生活等。2024年
成個流水咧都有增長25%嘅。咁啊，2024年嘅專業產品嘅收入咧接近60%。咁啊，鞋嘅增長咧都係不斷咁向上走嘅。咁公司都表示啦，2025年咧將會加大品牌嘅營銷啦，同埋咧促進核心產品嘅持續增長。戶外產品咧都有望貢獻呢個增量，所以咧令我哋嘅年2331值得大家關注。喂，講到咁多啦，終於將呢個行情咧講完啦。咁嚟到我哋嘅今晚嘅呢個主題內容啦，就係如何利用港股交易軟件咧嚟到提高自己嘅勝率。首先，我哋可以通過市場熱圖呢個功能。咩市場熱圖啊？打開我哋嘅 Power Ticker，咁我哋就可以喺我哋嘅呢個大市資訊呢裏面揾到市場熱圖。首先，市場熱圖咧。呢個功能咧，佢嘅定義可以通過顏色嘅呢個 title 啦，嚟到可視化展示個股或者板塊嘅升跌幅嘅資金流入、流出同埋成交量嘅一個狀態。以紅、藍、灰以及5種深淺嘅梯度，顏色越深代表動能越大，藍色代表上升，紅色代表下跌。咁顏色嘅越深咧，就話明咩咧？越冷門啊！比如話藍色呢裏面，紅色越深就代表越冷門。咁啊，呢個藍色越深咧就代表越熱門。所以核心嘅功能同埋操作嘅邏輯係通過顏色，顏色不斷加深，比如話藍色為主啦，板塊嘅升幅咧持續咁擴大。呢種藍色咧，我哋可以睇到嘅有4%以上嘅升幅嘅資金咧集中流入。咁依家成個板塊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嘅成個板塊裏面咧，比如話以能源為主啦，我哋可以睇到能源板塊政策利好時咧係出現咗連續性嘅呢個藍色嘅加深。咁如果我哋再睇啦，紅色嘅係咩咧？紅色嘅就係紅色嘅就係呢個板塊，可以喺撳開呢個所有裏面，咁我哋就可以發現啦，醫療保健啊、電信啊呢一類偏紅色嘅時候咧，就話咩咧？資金出逃板塊咧走得唔好，而灰色嘅嗰啲咧就係板塊波動性、流動性不足，要警惕交投嘅清淡嘅風險。咁我哋都可以自定義成個板塊同時間周期，比如話啦，自定義我哋想知道嘅呢個板塊同埋市值嘅大細、成交量都可以細化我哋嘅周期，我哋都可以通過對成個版面嘅部署咧嚟到監控重點嘅板塊。早盤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通過熱圖咧捕捉板塊資金嘅動向，尾盤咧就可以通過顏色嘅突變咧判斷次日板塊嘅呢個延續性。所以通過板塊嘅呢個移動啦，板塊移動，咁我哋就知道應該買邊啲板塊。咁資訊科技今日係最藍色嘅，所以咧喺呢裏面持續跟蹤顏色加深嘅板塊咧，就比如話今日咧資訊板塊連續幾日都出現咗啲都出現咗呢個拉升嘅升幅咧，都可以睇到啦。以呢個小米集團我哋可以睇到啦，今日升幅咧接近4%，因為佢有一個政策利好，就係啦小米汽車上線新嘅板塊，而呢個新嘅呢個汽車咧係出現咗咩熱炒，所以我哋可以揾到呢一類個股，把握潛在嘅投資機會。咁對於顏色比較淺嘅，比如顏色係紅色嘅呢啲咧，就要保持警惕啦。同埋灰色嘅，咁呢一類板塊咧，比如話灰色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發現啦，佢哋嘅流動性不足代表住咩成交嘅清淡成交嘅清淡，所以咧我哋要暫時短線嚟講咧，就話咩咧，冇太大嘅資金源去炒作佢。
咁我哋都可以結合我哋自身中意嘅呢個投資嘅偏好啦，同即係關注嘅重點。比如話啦，我哋中意睇新能源嘅、金融嘅、消費嘅等等等等。咁喺實際操作裏面咧，就可以快速咁轉換到重點監控嘅板塊啦。比如話金融啦，係咪？金融啦，係咪？好，朝頭早嘅熱圖咧，對於成個資金嘅動向咧，至關重要。咁如果按照呢個科技股開盤，或者一開盤你可以睇到顏色嘅呢個轉深，比如話啦，藍色變成深度增加，咁就話咩咧？科技股對於成個板塊裡面嘅呢個青睞。咁我可以睇到01359，我哋睇呢個位置有個中國信達，可以睇到佢嘅藍色嘅呢個狀態咧非常之強。咁就話咩咧？資金對呢隻股咧有所青睞，咁我哋就可以適時跟住買入啦。咁尾盤嘅熱圖咧都有助於幫助我哋去關注資金搶籌嘅板塊。咁除咗呢個，仲有咩咧？仲有市場板塊呢一欄。打開呢個市場板塊呢一欄咧，我哋一打開就可以通過選擇唔同嘅呢個市場嘅板塊啦。但係呢個板塊咧，往往係咩咧？以呢個證券行呢個香港聯交所同埋香港咧主板創業板呢啲作一個分別嘅。好，以實際案例為例子，今日我哋可以睇到點解金融啦、資訊啦會走喺前面，醫療保健、能源、公共事業呢一類會走喺後面咧？原因係出現咗一個我哋嘅呢個穩定幣概念，同埋咧國家推動新科技嘅發展。咁呢啲政策嘅出台咧，都會對市場產生咗顯著嘅呢個影響嘅。都會對呢個市場咧產生顯著嘅影響嘅。所以喺市場熱圖裏面咧，資訊科技消費品製造就連續藍色加深，升幅咧就由呢個2% 加到6%，展示出呢個板塊強勢嘅上升趨勢。咁我哋通過消費品製造可以見到嘅，以泡泡瑪特為例子，泡泡瑪特咧所在嘅板塊咧顏色係比較深嘅。咁話明咩咧？呢個板塊咧升幅居前，所以呢個泡泡瑪特咧具有比較大嘅呢個投資嘅潛力。跟住咧就結合大利是機結合咗呢個大利是機對成個模組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嘅呢個資金量咧係不斷咁流入嘅，已經連續3日流入咧超1億港元啦。咁進一步證實咗呢個市場對呢隻股票嘅睇好。基於成個分析咧，咁如果我哋去買翻呢個泡泡瑪特嘅話，持股咧咁都有望咧向上拉升。OK 啦，咁講完呢個功能啦，我哋再講一講呢個跑馬仔功能。跑馬仔功能咧係用嚟捕捉移動嘅技巧嘅。咁首先我哋可以知跑馬仔咧係一個動態監控個股即時嘅呢個實用工具。佢滾動呢個馬仔嘅呢個字幕嘅形式咧嚟到顯示每隻股嘅價位啦、升跌幅啦、成交量啦等關鍵嘅數據。咁投資者咧可以根據自身嘅需求咧移動呢啲馬仔嘅波動方向咧，睇佢哋走得如何。依家嚟講，我哋比如話啦，我哋排第一嘅升幅榜排第一嘅，比如話呢隻中國金屬利用係一隻細舊股嚟嘅，咁佢哋咧就走喺前面啦。咁我哋都可以睇到相關個股一個升幅一個狀態嘅。咁我哋都可以通過右上角按照自己嘅需求啦，按照成個板塊成交量成交比率同埋成交額作一個排名嘅，同埋佢可以清晰咁顯示排行嘅呢個變動啦。比如話上升1就代表上升1位，下跌2咧就代表下跌2位。咁佢核心個數據咧都係包括成交量比例啦、成交量比率啦。成交量比率係咩啊？成交量比率係指15分鐘成交量同前30日平均成交量嘅比值。咁呢個數據咧可以比較有效咁反映個股成交量嘅異常嘅變化，幫助投資者及時發現潛在嘅投資機會。好啦，就係呢個啦。
咁我哋可以通過左上角呢個位置咧，揀取本地嘅一個指數啦、板塊啦或者一個股票嘅，亦都可以點擊我哋嘅跑馬仔佢裡面嘅橫軸啦，裡面嘅碼啦，仲有一個拉選，咁我哋就可以知道佢嘅移動嘅數值啦。咁呢個係15係咩意思咧？就係啱啱過去15分鐘嘅移動嘅數據。咁呢度咧顯示15同30分鐘前嘅移動嘅數據。呢個係30分鐘到45分鐘，呢個咧係45分鐘到60分鐘嘅。成交比率嘅計算咧係通過前面35分鐘、前面15分鐘同30日嘅一個比較。好，咁我哋點樣去應用佢咧？事實上我哋就知道，如果我哋可以睇到呢一類即係跑馬仔裏面啲馬，即係單一隻個股啊。如果佢向上波動好犀利，由第一位、2位、3位、4位、4位一路向上衝，向上衝嘅過程之中咧，我哋可以發現嘅佢嘅成交量比率係如果係快速咁升幅並且咧個升幅大於3%，呢個咧強烈嘅投資信號。比如話啦，某隻個股成交量比率達到 2.5， 股價快速拉升，此時咧結合買盤嘅掛單嘅情況咧，一般嚟講，我哋都可以定義咩如果呢個股比如話啦，星華蘭德係咪？星華蘭德呢個股，如果買一嘅量咧非常之大，咁就表明有資金嘅介入啦。投資者就可以快速咁跟進，把握短線嘅脈衝行情啦。再比如話啦，我哋可以睇到香港控股香港控股喺股票大跌之後，如果成交量即係銳減，同時咧買盤嘅掛單激增，比如話買一出現大量嘅呢個大單咧，咁可有可能咩咧？係主力又多之後出貨咁我哋就應該及時止盈或者止蝕，避免後續股價下跌帶嚟嘅損失好，咁我哋再睇翻啦。咁我可唔可以用翻呢個 HSI 咧？亦都可以嘅，亦都可以嘅。跑馬仔亦都可以用呢個本地指數本地指數個股用呢個恒生指數個股做一個推演。當恒生指數下跌嘅時候咧，如果某隻個股喺跑馬仔裏面，比如話佢下跌嘅時候，咁呢啲跑馬仔嘅個股咧反而點逆勢上升，並且成交量比例咧都持續擴大，咁就可能係資金避險嘅選擇啦。以呢隻中國生物醫藥為例子，喺市場整體下跌嘅時候咧，呢隻股因為股性嘅原因咧逆勢走強，咁投資者就關注呢一類股票啦。喺參數方面咧，我哋可以睇翻最近0到5分鐘或者係最近15到30分鐘嘅升幅比率大於 1.5 嘅個股，咁就可以聚焦市場裏面活躍度嘅個股咧，提高我哋效率啦。最後面我哋再同大家介紹下四面佛呢個功能四面佛功能係一個指標整合一個策略。咁我哋首先解釋下咩叫四面佛咁四面佛咧係由功能嘅邏輯啦、實戰技巧啦、呢個維度啦等等方面嘅。佢核心係咩咧？將4個版面嘅個股以唔同嘅呢個形態咧組成嘅。咁比如話啦，呢度我哋可以放佢嘅最大升幅呢度我哋可以放佢嘅一個咩唔同嘅呢個數據唔同嘅數據就可以通過四面佛功能，可以通過4個版面4個版面佢哋呢啲數值嘅呢個異動咧，進行一個調測咁就可以關聯翻佢唔同嘅呢個升跌幅啦最大跌幅啦、成交量啦、成交額啦、成交比率啦呢一類嘅呢一類嘅。咁總結一下啦，市場熱圖嘅核心咧係通過板塊裡面嘅呢個熱度嚟到篩選，係通過顏色嘅階梯同持續時間呢兩個關鍵嘅指標咧，幫助投資者咧快速了解市場嘅熱點板塊。喺實戰嘅課案例中咧，通過市場熱圖捕捉新能源板塊嘅呢個機會咧，實現升幅嘅。咁跑馬仔咧係用於捕捉異動嘅一個股，當成交量比率同埋升跌幅咧都係佢嘅一個關鍵指標出現異動嘅時候咧，咁我哋投資者就可以利用呢啲指標咧，及時發現一啲個股嘅異動。以中芯國際為例子，中芯國際為例子，或者咧以我哋依家呢隻
恒生科技指數裡面嘅呢隻小鵬汽車小鵬汽車，咁我哋就可以發現啦，小鵬汽車咧日內裡面咧先弱後上慢慢走強，咁依家排喺第二，咁當日呢隻個股咧佢嘅一個升幅咧係唔錯嘅，咁最低嘅時候咧係70蚊幾，依家係71蚊幾，日內升幅係2%。咁四面佛咧都係一啲加嘅功能，四面佛咧就通過數據嘅呢個移動咧嚟到同大家去分享。OK， 咁呢啲功能咧雖然強大，但係僅係投資嘅輔助手段。投資者咧必須結合宏觀嘅政策，比如話啦，美聯儲利率咧調整對港股市場影響，以及公司公告同埋咧財報發布嘅呢啲計劃啦，作為一個綜合判斷，避免盲目依賴工具。咁港股市場咧存在流動化分化嘅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投資者應該避免選擇成交量比較低嘅個股。咁呢類個股咧往往交易不活躍，容易出現價格比較大嘅呢個波動，增加投資風險。OK， 咁我哋今日嘅呢個課堂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